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俗谚语讲，容易变作顶寒看。这个意思是讲，简单就得得到的物件，大家都袂去珍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作，读做作第4条，读作这是读文音。作就是做一件代志的意思，像讲画图、写文章、写诗，咱讲是创作；起作用或者是开始做一件代志，咱讲发作。若投入事业，咱讲是工作。照固定的程序来用机器，咱讲操作。种物件，咱讲是种作；若振动的行为，咱讲动作。另外写文章就是作文，种的物件，咱讲是作物。这个配音读做做，像讲做是做田人，咱惯是读配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咱同齐来看到头一个读做事，会当讲是种田，嘛会当讲是做工课。第二个词读做作业，这个意思是正业，甲人创治。若是讲自作业，意思是家己做歹代志，家己做得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有好势头，唔去做事，甘愿安尼自作业，才着吃苦，家己做得来，嘛唔免去怨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作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配音读做做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